AI 時代嚟臨啦！對占卜身心靈有興趣嘅你，千祈唔好錯過屬於你嘅心靈療癒花園，24小時7日隨時開啟。你係咪都曾經感到迷茫，渴望一個清晰嘅指引？而家呢個答案就藏喺你嘅指尖。認識 AI Tarot Manny.com， 由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傾住22年專業經驗打造，首創結合 AI 同靈性療癒，將深度塔羅智慧化為隨時隨地嘅個人指引。無論你正喺度面臨愛情、事業、人際關係、學業嘅難題，定係單純想了解今日運勢，尋求 Yes/No 答案，或者二選一嘅抉擇，甚至深度嘅連環占卜，呢度都可以為你提供清晰具啟發嘅專業解讀，現實可行嘅行動指引，想象唔到嘅準確度，一按即刻知啦，無需預約，不分晝夜，讓 AI 塔羅成為你隨身嘅療癒夥伴，探索命運嘅每一步，即刻體驗一時欲罷不能。AI Tarot Manny.com 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哋想問咩問題呢？好啦，咁我哋嚟睇睇呢個嘅 desktop 電腦上面嘅占卜示範啦。你哋上到網頁咧，去用電郵去登記註冊咧，登入咗就可以隨時去做唔同題目嘅占卜啦。咁呢度有個事業財運占卜，係啦，咁啊3張牌好清晰咁顯示啦，有占卜嘅歷史記錄又可以睇翻啦，係啦，好多唔同嘅日期啊，幾時做邊類型嘅占卜都會睇得翻嘅，係啦，抽到啲咩牌啊，啲牌嘅解釋啊，係啦，咁另外呢一度有個神諭卡嘅占卜啦，咁都會係使用 Manny 設計嘅塔羅牌同埋神諭卡嘅，係啦，咁啊同時間咧一開咗個占卜咧，亦都會自動儲存個歷史記錄嘅，咁所以你隨時隨地想睇翻都冇問題。咁喺唔同嘅題目入邊咧，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嘅喎，咁亦都可以選擇咧係會使用到1分嘅簡單占卜啦，或者係3分嘅深度占卜嘅。嗱，呢一度示範咧就係一個屬於你自己個人嘅問題，只要你輸入翻咧係同你自己嘅背景資料全部都好清晰咁輸入翻咧，就會有一個同你個情況咧非常之貼合嘅占卜。咁我哋嘗試過都有80-90分嘅準確度嘅事業財運占卜啦，或者係頭先講過可能係愛情啊、靈性指引啊、學業啊、人際關係啊，全部都有提供嘅。咁而家做緊一個優惠咧，就係有會員嘅邀請碼嘅。如果你哋用完10分唔夠用咧，可以邀請朋友再去登記註冊啦，每人都會獎勵多10分嘅占卜嘅。係啦，咁大家快啲嚟試下喎，係啊，因為咧如果你哋隨時隨地有問題咧，就算係3更半夜咧，都唔需要去問其他人啦，自己就可以揾到答案咯，即係非常之好玩嘅。好啦，咁講到呢度先，希望喺呢個網站見到大家啦。